你们怎么办事的？臣等罪该万死。父皇息怒，您不必责怪他们。若不是因为有某人在你身边，你也不会遭如此大难。皇上，这大喜的日子发生如此不祥之事，实在是晦气。难道我儿与这晴柔命不合？我看还是找人查一查他们的生辰八字，再行婚配之事吧。母后，也许是你大哥丧期未过，天降大难，婚配之事还是暂且搁置吧。反正我也不想嫁。京城之内竟有人公然抢亲，还刺伤了王爷，引号立章。臣在。朕命你们彻查此事，一旦查清，严惩不贷。臣等遵旨。本王口渴了。哦。今日这风有些大呀。嗯。哦。这太阳未免太晒了些吧？你要不是看在你生病的份上，姑奶奶我忍了。你可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！差不多得了。等我伤好之后啊，我自会禀明父皇，让你我二人即刻成婚。谁稀罕呢？哎，这些日子为何不见独孤啊？我怎么会知道呢？王爷，绑匪果然是二王爷的人。谢烟尘，害死大哥，如今又要向我下毒手。也好斗胆问王爷一句，王爷对皇位是怎样看的？本王早就说过，我对这皇位毫无念想。可别人不这么想。王爷应该学那玄武门的太宗皇帝，先下手为强。大胆！王爷，本王就是害怕兄弟相残，才自小与人疏远，怕别人认为我觊觎这皇位。可谢烟尘又何曾顾及过兄弟情谊？他不仁，我不能不义。长幼有序，大哥已死，现在他就是皇位的第一人选，只希望他能够就此收手。小姐，你这是为何呀？谁让你不让我出去？不让我出去，我就不吃饭。你趁早断了和谢延琪的念想。为什么？我已经禀明皇后，把你许配给二王爷了。爹，你怎么如此待我？你好好想想，这大王爷已异，二王爷才是太子的当之人选。你嫁给他，那以后就是太子妃，再往后你就是皇后。我杜家也可以光宗耀祖了。我才不要嫁给那个谢延辰，我就要嫁给三表哥。我只做延琪哥哥的王妃。你混账！我就不！你要是不让我出去，我就不吃饭，饿死算了。不吃也罢，你就是饿死也不许你出府半步。晴柔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没有顺利嫁给他，有可能是命中注定的。如果真的像你说的，这都是一个叫老天爷的人写好的，那只能说我不认命。所以说，你还是要嫁给他是吗？独孤，我们一直都会是好朋友的，对吗？好朋友。你这边是，你们这边是。独孤鸾，小姐，小姐，救我！有人追我！小姐偷跑出来，我们领命带小姐回去。你府上的事我不便过问，告辞。尹浩，你忘记上次的事了吗？你若不想让我告诉皇后治你的罪，就赶紧带我走。不是，走。这回是怎么交代呀？都是你这扫把星，害表哥受伤，还好意思回来？我今儿个累，没心思跟你吵。没话说了吧？表哥就是你害的。嫣然姑娘，嫣然姑娘此言差矣。晴柔也是受害者，王爷受伤是因为王爷重情义，与晴柔无关，还请姑娘嘴下留情。哎你，难道说王爷的伤跟晴柔无关？尹兄，你错解我的意思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哥，这是怎么了？一妹，你先回去，我与独孤有话要说。哎，你别走，你别烦我。哎，你等等我。独孤兄弟，你是个聪明人，知道我要说什么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我独孤身正不怕影子斜。